邊嘅親友或係長者，將同類嘅信息千祈。歡迎收睇《警聲360》。香港警務處同越南公安部喺今年1月27號簽署諒解備忘錄，標誌兩地加強合作，提升打擊跨境犯罪嘅能力，深化伙伴關係同埋策略協作。諒解備忘錄係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同越南公安部調查警察辦公室主任陳明俊中將見證下，由警務處副處長行動葉雲龍與越南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長阮明孝大校簽署。處長周一鳴表示，面對日益複雜嘅國際犯罪形勢，香港警隊將會持續發揮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嘅角色，透過國際警務組織平台，包括國際刑事警察組織，積極強化與不同國家同地區嘅合作，打擊罪案，共同維護全球同埋區域嘅安全。兩地警方將會喺刑事調查、情報交流及警察培訓等唔同關鍵領域上深化交流及協作。跟住落嚟，仲有其他精彩嘅節目，我哋陪住大家一齊睇。而該電話號碼係2305開頭，亦會隨機變發出多個號碼。呢啲信息都係存在高度詐騙風險，各位市民記得唔好回覆，都唔好回電，更加唔好提供任何資料啊！如果你身邊嘅親友或係長者，將同類嘅信息千祈。賬戶發送嘅詐騙短信，例如辦開電視、發明、順豐速遞等等，甚至會假冒內地同香港官員或者警察。啱啱係咪有啲嘢啊？點解啲嘢喐咗嘅？我條鎖匙咧？咩嚟㗎？我咪真係撞邪啊！唔得，我要揾師傅。陳師傅，我諗我屋企賴咗嘢啊！師傅，我有咩可以做啊？呢兩年赤馬紅羊，再加上今年流年正南方係5黃位，空星入宅，你仲要開晒啲窗，出事噶嘛，好易招邪入屋噶。仲有咧？聽住，呢度係全屋最暗嘅位，要放盞長明燈喺度。呢度呢個轉角位要放個大銅鏡，呢度要放個天眼通。咩天眼通啊？天眼通即係 CCTV， 同我24小時開住。仲有咩要注意啊？仲有啊，嗱，你喺牆邊同我審啲爽身粉，如果爽身粉上面見到有腳印，就即刻打開呢個錦囊，跟住做，就會有千軍萬馬嚟幫你，咁就大吉大昌，百殺潛藏啦。多謝師傅，多謝師傅，多謝師傅。唔通師傅真係咁勁？啲嘢真係入唔到嚟？哇！真係有下印啊！如果爽身粉上面見到有腳印，就即刻打開呢個錦囊，跟住做，就會有千軍萬馬嚟幫你。999？嚇！哇！嗌乜鬼啊！快啲打電話報警啦！成日疑生生暗鬼，你間屋啊乜嘢防盜措施都冇。呢度係全屋最暗嘅位，要放盞長明燈喺度。呢度呢個轉角位要放個大銅鏡。呢度要放個天眼通。最緊要你鎖好晒啲門窗先安全噶嘛！你嗱臨報警啦，莫。知道。2026年起，交通違例罰款已經調整咗啦。今集就考下司機大佬們，可唔可以連過3關啦？違例泊車係會被罰款幾多錢嘅呢？400蚊。cut 雙白線罰款幾多錢呢？600。衝紅燈係會罰幾多錢嘅呢？900。違例泊車係400蚊。cut 雙白線又會罰幾多錢呢670幾。試下再估下675。係675。衝紅燈貴啲，900蚊係咪啊？係。以前係咪以320，依家係400蚊啊？係啊。
我係受害者啊，當白線嘅要670蚊，我又唔知喎。嗱咁咧，其實咧而家衝紅燈咧係會罰900蚊嘅，仲會係扣5分啊！哦，要扣分㗎，係啊，扣分係最緊要嘅，因為你一扣分咧，佢就會記得嘅。適度調節交通法例罰則，可以加強阻嚇性，提升道路安全同保持交通暢順。今集考唔考到你？下集隨時輪到你。阿 Sir 咩人都話你知。最近有市民問：咦，點解啲警察套制服佢哋心口上面有襟章，而有啲警察又冇呢？咩章啊？邊個章啊？哦，你講緊嘅係香港警察嘅獎章繡帶。嗱，一般嚟講咧，品行兼優同埋工作表現令人滿意嘅警務人員，服務滿18年就可以獲頒發香港警察長期服務獎章㗎啦。但係我喺街度見到啲警察，佢哋掛住個章係有星星嘅喎。哦，嗰個係加罪分扣。加罪分扣一共係有4個等級㗎。有良好表現並服務滿25年、30年、33年同埋36年就可以獲頒發唔同等級嘅加罪分扣㗎啦。咁呢啲獎章繡帶上面嘅顏色其實代表啲咩呢？佢哋係藍綠藍3色，其實係承襲咗殖民地時期嘅顏色，係以前喺英國負責設計勳章嘅紋章院 College of Arms 為所有殖民地嘅警察長期服務獎章配用嘅顏色。回歸後，我哋係加咗2條紅色線，象徵住新時代嘅香港。除咗長期服務獎章同埋加罪分扣，我哋其實仲有另外一啲款式嘅獎章繡帶㗎。今集唔夠時間講啦，下次再講多啲你知啦，拜拜。如果中意我哋今集嘅內容，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仲有 subscribe 我哋警隊嘅 Facebook 同 YouTube channel 啊！嚟緊想我哋拍啲咩題材，就留言話俾小編聽啦。拜拜。